我今日咧感到好光榮、好榮幸，接任警務處處長一職，去帶領一支好優秀嘅團隊。我有3個未來重點嘅方向。第一係維護國家安全，同埋咧係提升全民國家安全嘅意識。第二係推動一個智慧警政，善用科技，好好咧去提升我哋嘅行動效率、工作效能，以及咧係提供更加好嘅、更加優質嘅服務。第三係鞏固一個團隊嘅文化，希望深化到人員嘅共同價值觀以及歸屬感，提供一啲更加到位嘅支援、發展嘅機會。最後，我係會繼續帶領警隊，以忠誠勇毅、心繫社會嘅精神，確保香港會繼續維持係社會世界上面其中一個最安全、最穩定嘅城市。我諗大家都睇得到喺自從5年前啦，國安法同埋舊年呢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啊實施之後咧，其實係一個定海神針，亦都令到香港咧整體個社會個情況咧係穩定。咁呢個咧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嘅。但係大家可能咧會見到依家雖然個社會係平靜比較平穩，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完全冇暗湧咧？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唔係。軟對抗，好多人咧用緊唔同嘅方式，喺一啲唔同嘅方法嘗試去煽動其他人。亦都係因為咁樣咧，我哋警隊係更加有責任要去保障國家安全，去維護國家安全。過往咧，其實美國政府去用一個制裁嘅模式啦，係一啲野蠻嘅行為，係希望嘗試咧去恫嚇到一啲公職人員，特別係警隊其中嗰啲成員咧，希望用呢一個制裁嘅模式咧去打壓到，令到我哋咧係唔再去喺國家安全嗰度咧係擺多啲心機。咁呢個其實亦都可以證明到咧，其實我哋做緊嘅嘢咧就係正正係令到佢哋覺得我哋係真係成功，真係有效。對我嚟講咧，我覺得呢個唔應該係一個話因為會唔會擔心被制裁，反而係應該諗下我點樣去再做得好啲，再做得多啲。同埋我亦都會係以一個無畏無懼嘅模式咧，係帶領警隊咧去接受呢一類型嘅挑戰嘅。